香港樓市於舊年年初全面撤辣，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悉數被取消，買家入市成本大幅降低，吸引唔少投資者趁機入市。不過過去1年幾，樓市依然起伏不定，唔少於撤辣後入市嘅投資者，最終亦只係平手離場。新界區指標屋苑沙田第一城最新錄得一宗投資者短期轉售嘅獲利成交個案。投資者於舊年3月樓市全面撤辣後入市，最近將單位轉售離場，持貨唔夠2年，帳面僅獲利5萬元。沙田第一城係沙田區內最具規模嘅大型屋苑，由52座高層住宅組成，提供超過1萬伙單位，屬於新界區屋苑嘅藍籌中嘅藍籌，係二手樓市嘅指標之一。加埋屋苑同港鐵集為鄰啦，租賃市場持續活躍，成為投資者入市首選嘅。最新於聖誕過後拆禮物日成交嘅單位，係屋苑一期2座低層私單位，實用面積為327平方尺嘅2房戶型啊！單位房間眺望部分河景，加上單位間隔冇窗台嘅。屬屋苑中實用率較高嘅單位，舊年3月樓市撤辣後由投資者以430萬元低價購入，投資者原本以465萬元放售單位，最終於聖誕節長假期間售出，成交價僅435萬元，實用尺價達到13,303元，屬於低於銀行估價嘅成交。不過較業主購入價輕微高出5萬元。相信扣除厘印及律師費後仍有微利，業主見有利可圖就沽貨離場。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Century 21. This is our time. This is our century.